今日大家個谷或者通訊軟件嘅群組，係咪都俾同一單新聞洗晒版呢？冇錯啦，今日財爺終於公布咗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究竟今年仲有冇得派糖？政府財政赤字咁嚴重，到底會唔會開刀加稅？我啱啱花咗成個下晝，將成本厚一厚嘅預算案由頭到尾照爛照碎，幫大家消化晒入面最核心，同你我銀包最息息相關嘅資訊。今晚呢個直播，我哋就嚟一次過拆解晒佢。大家坐定定，攞定杯水，我哋即刻入正題。首先，我哋講下最基層、最需要照顧嘅一班老友記同埋有需要人士。今年雖然話政府窮，庫房水緊，但係喺社會福利開支方面，都總算叫做無手軟。大家最着緊嘅長生津，即係長者生活津貼，仲有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以及殘疾津貼。今年財爺宣布會派雙糧，即係話合資格嘅朋友可以出多一個月嘅津貼額。你諗下，依家百物騰貴，落街買棵菜，食碗雲吞麵都貴咗唔少。對於一班已經退咗休、無固定收入嘅老人家嚟講，呢份雙糧絕對係一場及時雨。如果屋企有年滿65歲攞緊長生津嘅老人家，或者年滿70歲攞緊生果金嘅長輩，大家記得提下佢哋，留意住銀行戶口啦。其實呢幾年，關於長者福利嘅討論一直無停過。有人話政府財政壓力大，人口老化日益嚴重，應該收緊各項津貼嘅門檻。但係我一直覺得，香港可以有今日嘅繁榮，全靠呢班老友記後生嗰陣捱更抵夜建立返嚟。依家佢哋年紀大咗，政府喺財政許可嘅情況下，俾返多啲心意佢哋，絕對係無可厚非。而且派雙糧呢個做法，比起推行一啲全新嘅複雜津貼計劃，行政成本低好多，錢可以直接落到有需要嘅人袋落，唔使經過重重手續或者繁複嘅審查。呢一點我是覺得抵讚嘅。社會上有啲聲音話派雙糧會養成依賴，但係大家撫心自問，嗰區幾千蚊，真係可以令人過住奢華嘅生活咩？絕對唔會。呢筆錢往往只係用嚟補貼老人家睇中醫、買營養品，或者冬天買件厚啲嘅保暖衣物。所以呢筆雙糧係有人情味嘅政策，亦都係最直接能夠刺激基層消費嘅一招。因為老人家攞到錢，通常都會喺返自己住嗰區嘅街市、茶餐廳消費，帶動返地區嘅小微經濟。講完基層嘅好消息，就到一眾打工仔同埋中產階層啦。每次預算案，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薪俸稅同埋利得稅。今年政府都有做嘢，不過個力度就真係要大家自己去評價啦。今年嘅薪俸稅同利得稅會有100%嘅寬減，聽落好似好犀利，但係個上限就定咗喺3000蚊。冇錯，係3000蚊。聽到呢度，直播室入面交開重稅嘅朋友，可能已經喺度嘆緊氣，甚至有人已經想撳個嬲嬲掣。對比返前幾年，動輒1萬蚊甚至更多嘅寬減上限，今年呢個3000蚊真係縮水縮得幾緊要。財爺個解釋大家都估到啦，喺1000億財政赤字之下，要維持公共財政嘅穩健，仲有得減已經要感恩咁話。對於好多打工仔嚟講，3000蚊可能只係一頓好少少嘅家庭晚餐，或者交少半個月嘅停車場租金，感覺真係唔係好強烈。不過大家又唔好咁快絕望住，條數又唔係淨係得咁少嘅。今年財爺仲宣布咗一個令好多會計師都覺得有驚喜嘅隱藏版派糖措施，就係將各項嘅基本免稅額全面調高10%，即係加1成。呢一招其實比起單純嗰3000蚊嘅稅款寬減更加入肉，更加長遠。大家諗深一層，免稅額加咗1成，意味着你每個月賺嘅錢入面，有更大嘅部分係完全唔使交稅嘅。對於啱啱踏入社會做嘢，或者啱啱好踩界要交稅嘅年輕打工仔嚟講，隨時因為呢10%嘅調整，由要交稅變成完全唔使交稅，呢個省落嚟嘅錢絕對唔止3000蚊。至於有家庭、
有小朋友嘅中產朋友受惠就更加大，因為免稅額加1成係全面性嘅，即係話子女免稅額、供養父母免稅額，甚至係已婚人士免稅額等等，全部跟住加10%，計落條數，分分鐘慳埋，遠遠多過嗰3000蚊嘅直接扣稅。所以話政府今次派糖嘅手法係聰明咗，將資源放咗喺一個更加有延續性嘅地方，而唔係淨係一次過派完就算。免稅額嘅調整係會帶落去未來幾年嘅，只要政府唔主動去減反個免稅額，打工仔以後每年都可以交少啲稅。呢個做法既可以稍微舒緩中產嘅壓力，又唔會好似一次性派錢咁對當年嘅庫房造成過於集中嘅打擊。不過我都要戴定頭盔講句，對於嗰啲單身、無供養父母、收入又極高嘅頂層打工皇帝嚟講，呢個10%嘅免稅額增加，對佢哋嘅實際幫助就真係微乎其微。佢哋依然係交稅嘅主力軍，但係喺財政緊絀嘅大環境下，政府將有限嘅資源向基層同埋有家庭負擔嘅中產傾斜，亦都係符合社會整體期望嘅做法。除咗交稅之外，有樓喺手嘅朋友，每季最肉痛嘅就係交差餉。今年嘅預算案都有提到差餉寬減，不過個玩法就同以往有少少唔同。政府宣布會繼續有差餉寬減，但係只限於頭2季，而且每一季嘅上限都有所調整，可以話係大幅度縮水。其實差餉呢樣嘢喺過去幾年一直都有好大嘅爭議，有人覺得有樓嘅人已經算係資產階級，相對於租樓嘅人，佢哋已經有物業揸手，唔應該再享有咁多來自納稅人嘅補貼。呢啲聲音認為應該將免差餉嘅錢留返俾無殼蝸牛，或者用嚟起多啲公屋。但係另一邊廂，大家要明白，香港嘅小業主其實好多都唔係咩大富豪，好多供緊樓嘅中產，其實每個月供樓交昂貴嘅管理費，再加埋差餉地租，條數真係幾拿嚟。特別係依家息口雖然話有少少回落，但係對比幾年前嘅超低息環境，供樓負擔依然係非常之重。政府今次保留少少差餉寬減，但係明顯縮減規模，明顯係想喺兩邊攞個平衡，既要照顧下小業主嘅感受，唔好令佢哋覺得政府一刀切完全唔理佢哋死活，又要顧住個庫房。畢竟差餉係政府其中一個非常穩定嘅經常性收入來源。不過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啦，隨住政府財政狀況嘅改變，未來幾年差餉寬減呢支歌仔肯定會越唱越細聲，甚至可能喺不久嘅將來會完全成為歷史。大家做個人家庭財務規劃嗰陣，真係要將交足全年差餉呢條數計埋入去，唔好再老奉覺得政府每年都會幫你交幾千蚊差餉。好啦，講到全晚最震撼，亦都係最多車主群組炸晒鍋嘅消息，就一定係電動車一換一計劃正式宣布完結。哇！呢個消息一出，真係有人歡喜有人愁。我咁講，聽日各大車行肯定人頭湧湧。由幾年前政府大力推動電動車普及化開始，呢個一換一計劃可以話係推動整個市場嘅最大引擎。只要你願意咗部舊嘅電油車，換部新嘅電動車，就可以慳返一大筆首次登記稅，最高可以慳到近30萬。呢個政策的確令到香港街頭嘅電動車多咗好多，大家行出街睇下，由以前幾個月先見到一部電動車，到依家出街差唔多10部車入面有5、6部都係電動，連的士同小巴都開始電動化。但係政府今次痛下決心落閘，背後原因其實都好明顯，總結嚟講就係3個字：錢同利。第一，當然又係錢作怪啦。每年少收咁多首次登記稅，對於一個財赤緊嘅政府嚟講，絕對係流失緊一筆好大嘅收入。首次登記稅一向係香港庫房嘅重要來源之一，依家周街都係免稅電動車，政府變相少咗好多進賬。第二，政府覺得推動電動車普及化嘅初期目標已經達到，依家電動車嘅款式多咗，技術成熟咗，續航力強咗，最重要係價錢亦都平咗好多。就算冇咗政府嘅免稅優惠，
好多新款電動車嘅造價已經同傳統電油車差唔多，甚至因為內地電動車品牌嘅強勢崛起，有啲款式仲平過歐洲嘅入門級電油車。政府覺得個市場已經成熟，市民已經養成咗買車首選電動車嘅習慣，係時候放手俾市場自己去調節，唔需要再用納稅人嘅錢去補貼買車呢啲非必需品。但係道理大家都明，呢個決定對於原本打算喺今年換車嘅朋友嚟講，真係一個晴天霹靂。依家去買電動車，分分鐘要俾多10幾20萬嘅稅，條數真係差好遠。我相信喺未來呢幾個月，二手電動車嘅市場肯定會有一番猛烈嘅炒作。本身揸緊免稅額配額嘅舊車主，或者手頭上有部低里數二手電動車嘅人，隨時可以趁機抬高個價賣出去賺反筆。而一眾汽車代理商亦都要面對一個全新嘅銷售環境。過去幾年佢哋靠住一換一政策賣車賣到手軟，依家忽然間冇咗呢個最大賣點，佢哋點樣去調整售價，提供咩額外優惠去繼續吸引客人買車，將會係佢哋今年最大嘅考驗。另外，冇咗一換一政策，某程度上亦都可能會減慢一啲老舊高排放嘅電油車被淘汰嘅速度，因為車主可能會覺得換新車太貴，寧願繼續揸住部舊車。呢一點對香港嘅空氣質素長遠嚟講有咩影響，就真係要持續觀察啦。買車嘅話題講完，我哋轉個頻道，講返同大家更加貼身嘅住屋問題。香港樓宇老化問題其實真係非常之嚴重，大家行出街抬頭望下，40-50年樓齡嘅大廈比比皆是，特別係喺油尖旺、土瓜灣、深水埗呢啲舊區，舊樓維修一直係一個令好多業主頭痛到裂嘅問題。唔單止係夾錢嘅問題，仲有最得人驚、最惹人詬病嘅圍標問題。一講到大維修，動輒每戶要夾10幾20萬，啲不知名嘅工程顧問公司、承建商就會突然湧晒出嚟，各種古靈精怪嘅招數層出不窮，搞到啲業主肉隨砧板上。為咗打擊圍標，協助小業主，政府今年宣布會大幅加強招標妥計劃。呢個計劃其實唔係第一日出現，市區重建局一直都有搞，主要係提供一個獨立嘅專業意見，幫業主立案法團去評估工程標書，確保啲價錢係合理嘅，符合市場水平，無俾人食夾棍。今次預算案提出加碼注資，擴大個計劃嘅覆蓋範圍，增加人手，令到更多舊樓業主可以受惠。呢個絕對係一項不折不扣嘅德政。你諗下，一班老人家業主平時邊度識睇啲咁複雜、成幾百頁紙嘅工程標書，入面啲專業名詞，連大學生都未必睇得明。加強招標妥，就等於俾咗個專業嘅守護神佢哋，起碼唔使再怕俾無良商人呃走副棺材本。政府注資呢個計劃，其實係使少少錢，就可以幫市民慳返數以億計嘅冤枉錢。呢條數絕對計得過。不過我喺度亦都好希望政府喺執法方面可以再落多幾錢肉緊，單靠行政支援同埋顧問意見係唔夠嘅，必須要有阻嚇性嘅罰則。對於嗰啲惡意圍標、恐嚇業主嘅不法分子，執法部門必須要嚴厲打擊，咁樣先可以真正杜絕圍標呢啲社會毒瘤，令到小業主可以安心安居。講開樓宇，就不得不提大家最關心嘅樓市大政策。過去呢2-3年，香港樓市經歷咗一個好長、好深嘅調整期，樓價由高位回落咗2-3成，成交量亦都一直在低位徘徊。好多買咗樓變咗蟹貨嘅業主，或者手頭上有大量單位賣唔出嘅地產發展商，都一直期望政府會出重手托市，希望可以刺激返個交投量同埋樓價。但係今次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財爺俾出嚟嘅答案非常清晰，毫無懸念，無托市。政府嘅態度好明確，樓市應該由自由市場去調節，只要唔係出現系統性嘅金融風險，即係銀行無出現大規模壞賬，政府係絕對唔會隨便用公帑或者政策去干預樓價下跌嘅。呢個決定，我相信會令到好多發展商同炒家大失所望，
佢哋一直期盼嘅減辣或者全面撤銷限制措施完全落空。但係對於一眾等緊上車、處緊首期嘅無殼蝸牛嚟講，就絕對係一個振奮人心嘅好消息。呢個政策方向證明政府終於意識到，盲目維持高樓價並唔係香港社會嘅福氣，反而係剝削下一代、阻礙年輕人發展嘅一塊大石頭。樓價適度回調，其實有助於恢復香港嘅競爭力，亦都可以令到更多有實際住屋需求嘅市民買得起樓。更加出人意表嘅係，政府唔單止無減稅救市，反而逆市加稅。無錯，你無聽錯。財爺宣布會大幅增加豪宅嘅印花稅。咩叫豪宅？政府今次畫咗條好清晰嘅線，例如成交價超過5000萬蚊嘅物業，佢嘅印花稅率將會採用一個更高嘅累進稅率。呢招真係好絕，可以話係一石二鳥。第一，佢可以精準咁增加庫房收入，買得起5000萬以上甚至過億豪宅嘅人，非富則貴，俾多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稅，對佢哋嚟講可能只係九牛一毛，係稅銀，但係積少成多，對依家乾塘嘅政府庫房就大有幫助。第二，呢個係一個非常強烈嘅政治同社會表態，政府係想話俾廣大市民聽，政府嘅施政方針係傾斜向基層同中產，係要打擊過度嘅資產炒賣，實現一定程度嘅財富再分配。呢一招劫富濟貧，喺依家整體經濟環境麻麻地，打工仔覺得前路茫茫嘅情況下，相信會喺社會上贏得唔少掌聲。不過，凡事都有兩面，都有經濟學者擔心，大幅加豪宅印花稅會唔會傳遞咗一個錯覺，趕走啲原本想喺香港置業嘅超級富豪或者家族辦公室，會唔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埋資金避風港嘅吸引力？畢竟高階人才同資金嘅流動性係好高嘅，如果香港嘅稅務成本突然大幅增加，佢哋可能會轉移陣地去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呢啲潛在嘅負面影響，就真係要放長雙眼，睇下未來幾個月嘅豪宅成交數據，先可以下定論啦。但係單從政治姿態同埋舒緩民怨嘅角度嚟睇，呢一着棋確實係行得幾高明。最後，我哋要講下一個牽涉到成18萬打工仔，亦都會引起全城熱議嘅話題，就係公務員加薪。大家知道，每次年中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一出，社會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聲音，更何況依家喺預算案度已經寫包單。有人會話，出面私人市場大把人凍薪甚至被裁員減薪，各行各業都叫苦連天，公務員作為鐵飯碗，憑咩仲可以加人工？納稅人嘅錢唔係咁樣使㗎。亦有另一派聲音認為，公務員都係打工仔，都要養家糊口，都要面對百物騰貴同埋通脹，加人工係維持購買力嘅基本需要，唔通要佢哋日日啃麵包咩？喺今年呢份極具挑戰嘅預算案入面，政府頂住龐大嘅社會壓力，落實咗公務員會繼續有得加薪。雖然具體嘅加幅仲要等進一步嘅薪酬趨勢機制去確定，但係個大方向已經定咗落嚟。政府嘅考量其實都好容易理解，背後有佢嘅管治邏輯。首先，公務員團隊係維持整個社會正常運作，推行各項政策嘅核心骨幹。如果長期凍薪甚至減薪，肯定會嚴重打擊18萬公務員嘅士氣，到時做嘢慢吞吞，影響公共服務嘅質素。最終受害嘅都係普羅市民。其次，大家唔好忘記，政府作為全香港最大嘅單一僱主，佢嘅薪酬政策一直對私人市場有住極強嘅指標性作用。如果政府帶頭凍薪甚至減薪，私人機構嘅老闆實會借機跟風，用政府做擋箭牌，唔加人工俾伙計。到時全香港幾百萬打工仔一齊無人工加，大家荷包縮水，消費意欲必定大幅下降，零售、餐飲等行業就會雪上加霜，經濟只會陷入惡性循環，更加一潭死水。所以，政府寧願頂住財政赤字嘅沉重壓力，冒住被部分市民批評嘅風險，都要堅持幫公務員加薪。其實亦都係想釋放出一個穩定經濟、帶動私人市場加薪嘅積極信號，
希望可以穩住個大局。不過，身為納稅人，我都好明白廣大市民嘅感受。大家交稅養住班公務員，自然期望佢哋嘅工作效率同埋服務態度可以對得住份人工，唔好下下踢一踢先喐一喐。所以我好希望政府喺落實加人工嘅同時，亦都可以大刀闊斧咁引入更有效、更嚴格嘅績效評核機制，打破論資排輩嘅傳統，做到真正嘅賞罰分明。做得好嘅要重賞，做錯嘢或者尸位素餐嘅要有相應嘅懲罰甚至淘汰機制，咁樣先可以真正服眾，令市民覺得啲稅款係物有所值。總括嚟講，2026年嘅呢份財政預算案可以話係一份喺夾縫中求生存嘅答卷。財爺面對住龐大嘅財赤壓力，明顯已經冇辦法好似以前黃金時期咁樣闊佬大灑金錢，派糖派到全民皆歡。取而代之嘅係一種更精準、更具針對性嘅理財哲學，由基層嘅長生津、生果金雙糧，到中產嘅免稅額加1成，再到向豪宅開刀加印花稅，每一招都反映出政府試圖喺有限嘅資源下，盡量做到財富嘅再分配，將錢用喺刀刃上，舒緩最迫切嘅民生痛點。當然，取消電動車一換一同埋縮減差餉寬減，無疑會令部分中產階層感到痛楚，但喺整體大局考量下，呢啲陣痛似乎亦都係無可避免嘅。面對未來充滿挑戰嘅經濟環境，香港人可能真係要調整一下心態，唔可以再下下依賴政府嘅派糖措施。大家要更加注重個人嘅財務健康，量入為出，未雨綢繆。好啦，今晚嘅直播講咗咁耐，一口氣為大家拆解咗今年預算案入面最核心嘅各項政策。聽完我嘅分析，唔知大家對今次嘅財政預算案有咩睇法呢？係覺得政府應慳得慳做得好，定係覺得派得太少唔夠喉？對於加豪宅稅同埋取消電動車優惠，你哋又有咩高見？歡迎大家依家喺直播室留言區踴躍發表意見，我哋一齊探討下。想我下一次同大家深度分析邊一個民生或者經濟話題呢？即刻留言話我知啦。有冇發覺最近去街市買餸又貴咗，去茶餐廳食個常餐都成50幾60蚊呢？通脹猛如虎，對於一班退咗休、無固定收入嘅老友記，又或者係基層家庭嚟講，生活壓力真係唔細。不過今日有好消息要同大家宣布。財委會已經正式通過咗，將一系列嘅社會保障金額調升2.2%，而且仲要係追溯至2026年2月1日起生效。冇錯，即係話之前未加嘅差額，政府會一次過補返俾大家。再加上2026年財政預算案啱啱出爐，大家最關心嘅派糖措施、出半糧定雙糧，全部都有定案。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呢個2026年福利懶人包，由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講到傷殘津貼，連埋申請要求、資產上限、點樣合法利用年金避開審查、子女俾家用有咩要注意，甚至係醫療費用豁免，全部一次過講到明，保證大家聽完清清楚楚，唔會錯過任何一個政府資助。大家記住準備好紙筆，或者直接將條片分享俾身邊嘅老友記同埋屋企人，等大家都清楚自己嘅權益，攞盡應得嘅福利。首先，我哋講下呢個2.2%嘅加幅究竟係點樣一回事。政府每年都會根據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嘅變動，去檢討各項津貼嘅金額。今年財委會就大筆一揮，通過咗將綜援、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即係大家俗稱嘅生果金，仲有傷殘津貼嘅標準項目金額，一律調高2.2%。最重要嘅係呢個加幅係有追溯期嘅，一路追溯到2026年2月1日，即係點？即係話，如果你喺2026年2月、3月已經攞緊津貼，當時政府可能仲係派緊舊錢俾你，但係當新金額落實之後，政府會自動計返2月同3月嗰2.2%嘅差額，一次過打入你嘅銀行戶口度。所以大家最近去打補，
如果見到戶口多咗一筆不明來歷嘅細數目，唔使驚，呢個絕對唔係騙案，亦都唔係銀行過錯數，而係政府補發返俾你嘅加人工錢。呢個安排真係好貼心，確保大家一分一毫都唔會少。講開錢，梗係要講埋2026年財政預算案入面，大家最引頸以待嘅派糖措施啦。每年到咗公布財政預算案嘅時候，街坊街里見面第一句一定係問：今年有冇雙糧出啊？老老實實，喺目前嘅經濟環境下，政府庫房都面臨唔少壓力，所以今年財政預算案嘅結果係出半糧，即係話如果你係合資格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或者傷殘津貼嘅朋友，政府會額外發放相當於半個月嘅津貼金額俾你。雖然唔係雙糧，但係有半糧出，總好過無啦，對不對？呢筆額外嘅半個月津貼，通常會喺立法會通過咗撥款之後嘅1個月左右就會自動過戶，大家唔需要填任何表格，亦都唔需要去社會福利署排隊，只需要乖乖地等錢入袋就得。對於基層家庭同老友記嚟講，呢半個月嘅津貼可能已經夠買多幾包米，或者可以去飲多幾次茶，都算係生活上嘅一點小幫補。好啦，福利加咗碼，又出半糧，咁究竟各項津貼嘅申請門檻係點樣呢？我哋首先重點講下最多老友記關心嘅長者生活津貼，即係平時大家口中講嘅長生津。長生津嘅設立，原意係想為本港有經濟需要嘅長者提供每個月嘅生活補助。要申請長生津，年齡要求係必須年滿65歲。留意返，係65歲，唔好同生果金搞混。以前長生津分開普通同高額兩級，搞到好多老友記一頭霧水，又怕資產超標跌落普通級。但係依家已經好簡單，政府早幾年已經將兩層津貼合併咗，統稱為長者生活津貼，劃一派發較高嘅金額，受惠嘅老友記自然多咗。不過，長生津係一項扶貧措施，所以係有入息同資產審查嘅。好多老友記一聽到審查2個字就頭痛，覺得好複雜，甚至驚申請錯咗會惹上官非。其實唔使驚，只要搞清楚咩叫入息，咩叫資產，就一清二楚。先講資產上限，單身人士同埋夫婦嘅資產上限係唔同嘅，而且每年都會跟住通脹調整。喺2026年，呢個資產上限依然係大家需要密切留意嘅數字。資產包括啲咩呢？銀行存款、現金、股票、基金、債券、保險嘅現金價值，仲有你喺香港、內地甚至海外擁有嘅非自住物業，全部都要計入資產。留意個重點，非自住物業，如果你自己住緊嗰層樓，無論係公屋、居屋定係私樓，只要係你主要自住嘅居所，其價值係完全唔會計算喺資產上限入面嘅。即係話，就算你住緊半山豪宅，只要你冇其他資產超標，你一樣有資格申請長生津。但係，如果你除咗自住嗰層樓，仲有一層樓收緊租，或者喺鄉下有塊地，咁嗰啲物業嘅價值就要估值再計入資產度啦。講完資產，我哋講入息。入息包括你每個月嘅工作收入，如果有做兼職嘅人工，收租賺到嘅淨收益、長俸，仲有仔女俾嘅家用。講到仔女俾家用，呢個係一個極度惹火嘅話題。好多老友記會問：我個仔每個月俾3000蚊我飲茶，咁算唔算入息啊？會唔會搞到我申請唔到長生津？根據社署嘅規定，家人親友自願性嘅定期供養係需要申報作為入息嘅。但係如果仔女只係間中過年過節封封利是，或者間中請你食餐飯、買件衫，呢啲就唔算固定入息。如果仔女真係每個月定時定候過數俾你，你就要將呢筆錢連埋你其他嘅收入加埋一齊，睇下有冇超過單身人士或者夫婦嘅每月入息上限。如果有老友記因為仔女俾嘅家用而導致入息超標，咁就要同屋企人商量下，睇下點樣安排會比較合適啦。咁如果我辛辛苦苦做大半世人，儲落一筆過100萬嘅退休金，
資產超過咗長生津嘅上限，但係每個月又無固定收入，好擔心坐食山崩，咁點算好呢？呢個時候，政府大力推廣嘅香港年金計劃就係一個非常合法而且實用嘅理財工具，可以用嚟幫大家重新規劃資產，從而符合申請長生津嘅資格。呢個係非常重要嘅財技，大家一定要留心聽。年金嘅概念，簡單嚟講就係你一筆過俾一筆錢年金公司，然後年金公司就會每個月派翻一筆固定嘅錢俾你，直至百年歸老。政府為咗鼓勵長者將資產轉化為穩定嘅現金流，喺長生津嘅審查機制入面，訂立咗一個好特別嘅豁免規則，你投放喺香港年金計劃嘅保費總額係完全唔會計算入長生津嘅資產限額入面嘅。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假設陳伯今年65歲，單身，銀行戶口有150萬現金，冇其他物業同收入。由於佢嘅資產超過咗單身人士嘅資產上限，佢本來係絕對無資格申請長生津嘅。但係如果陳伯拎出120萬去買香港年金，佢銀行戶口剩翻30萬現金，喺社署嘅審查眼中，陳伯嘅資產就只係得翻嗰30萬，即刻跌入咗合資格嘅資產範圍內。但係大家千祈唔好開心得太早，魔鬼在細節裏面。雖然嗰120萬本金唔計資產，但係陳伯買咗年金之後，每個月收到嘅年金回報，例如每個月收翻7000蚊，呢7000蚊就會被全數當作每月入息計算。所以陳伯必須確保佢每個月嘅年金收入，加上其他任何收入，例如生果金以外嘅兼職人工，加埋一齊都唔可以超過長生津嘅單身人士入息上限。如果超過咗，就算資產過關，入息審查一樣會肥佬。所以買年金被資產審查呢一招係非常之有用，但係一定要計得好準，唔可以盲目將所有錢掉晒落去。買之前最好揾理財顧問或者社工幫手計下條數，確保年金派發嘅金額啱啱好低過入息上限，咁就可以每個月有年金收之餘，又可以成功攞到長生津，雙管齊下，退休生活就最有保障。仲有一點要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好多私人保險公司推出嘅年金計劃，佢哋嘅條款同政府嘅香港年金可能唔同。社署對於私人年金嘅計算方法可能會根據保單嘅現金價值去評估，未必能夠好似香港年金咁100%豁免保費計算資產。所以如果想用呢個方法，最穩陣梗係選擇政府力推嘅香港公共年金計劃。講咗咁耐長生津，可能有些老友記會話，我資產真係好多，又有幾層樓收租，入息同資產一定超標，咁政府咪咩都唔理我咯？又唔係咁講。當你夠70歲嘅時候，香港政府就會送一份無條件嘅大禮俾你，嗰個就係高齡津貼，即係大家由細聽到大嘅生果金。生果金最正嘅地方就係完全冇任何入息同資產審查。冇錯，就算你身家過億，只要去申請，一樣可以每個月攞到生果金。生果金嘅唯一要求就係你必須年滿70歲，並且符合基本嘅居港年期規定。一般嚟講，只要你成為香港居民最少7年，而且喺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就可以申請。生果金嘅設立係政府為咗答謝一眾長者過去幾十年對香港社會所作出嘅貢獻，所以金額雖然無長生津咁多，但就勝在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今次財委會通過調升2.2%，生果金一樣有份加，而且同樣追溯到2026年2月1日，加埋財政預算案嘅半糧，只要你夠70歲，就算你咩都唔缺，都記住要去申請。當係每個月政府請你飲幾次早茶都好。不過大家要留意，長生津同生果金，你只可以二揀其一，唔可以兩樣一齊攞。如果你已經攞緊長生津，就算你過咗70歲，你都唔需要轉去攞生果金，因為長生津嘅金額係遠遠高過生果金嘅。如果你本身因為資產超標攞唔到長生津，咁當你一到70歲生日嗰日，
就記住第一時間去社署入紙申請生果金啦。除咗長者福利，政府對殘疾人士亦都有一定嘅支援，呢個就係傷殘津貼。傷殘津貼同生果金一樣，都係無入息同資產審查嘅，主要係視乎申請人嘅身體狀況。傷殘津貼分開普通傷殘津貼同高額傷殘津貼兩種。要申請普通傷殘津貼，申請人必須經由公立醫院或者醫管局轄下嘅註冊醫生證明其殘疾程度嚴重，而且呢個情況將會持續最少6個月。至於高額傷殘津貼，條件就更加嚴格，除咗要符合普通傷殘津貼嘅要求之外，申請人仲必須要被證明係需要其他人不斷照顧其日常生活，而且佢並沒有喺受政府資助嘅院舍入面接受照顧。今次嘅2.2%加幅，以及財政預算案嘅半糧，傷殘津貼嘅受惠者同樣囊括在內，追溯期亦都係2026年2月1日。呢筆錢對於需要長期面對高昂醫療費用同照顧開支嘅殘疾人士家庭嚟講，絕對係一個重要嘅及時雨。講到社會保障嘅最後一道防線，一定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即係綜援。好多人對綜援有負面標籤，覺得係好食懶飛先去攞，其實絕對唔係咁。綜援係一個安全網，專門用嚟幫助因為年老、疾病、殘疾、單親、失業或者其他原因而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嘅家庭。綜援嘅金額係最高嘅，因為佢除咗標準金額之外，仲會包埋租金津貼、水費電費津貼，甚至學生嘅書簿津貼等等。真真正正照顧到生活嘅各個層面。當然，綜援嘅審查亦都係最嚴格嘅。申請綜援通常係以家庭為單位，即係話同住嘅屋企人，佢哋嘅入息同資產都會被一併計算。呢個制度一直以嚟引申出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就係俗稱嘅衰仔紙。以前如果有老友記想獨立申請綜援，但係又同仔女同住或者無同住但有聯絡，社署就會要求仔女簽署一份聲明，證明自己無法或者拒絕供養父母。呢份就係被社會大眾批評到體無完膚嘅衰仔紙。好彩，政府近年已經從善如流，取消咗呢個備受批評嘅規定。依家如果長者想獨立申請綜援，只需要由長者自己提交一份聲明，申報自己並無獲得家人嘅經濟援助就可以，手續簡化咗好多。亦都顧及咗長者嘅尊嚴。今次綜援嘅標準金額同樣會調升2.2%，並追溯至2026年2月1日，而且財政預算案都會出半糧，確保基層市民喺通脹之下嘅購買力唔會被大幅削弱。講到呢度，有一個隱藏版嘅超級福利，一定要同大家隆重介紹，就係醫療費用豁免。隨住年紀越大，身體總會有啲毛病。去公立醫院睇醫生、覆診、攞藥，分分鐘每個月都要使唔少錢。如果你係綜援受助人，你係會自動獲得全面嘅公營醫療費用豁免。去急症室、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住院，甚至配藥，全部都唔使錢，或者只需繳付極少嘅象徵式費用。至於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只要你年滿75歲或者以上，你同樣可以免費享用公立醫院同診所嘅標準醫療服務。呢個福利真係非常之強大。大家想象下，一張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單都要百幾蚊，專科覆診又要錢，攞隻貴少少嘅自費藥分分鐘成千上萬。有咗呢個醫療費用豁免，老友記就唔需要因為驚冇錢睇醫生而諱疾忌醫，真係連條命都保得住。就算你未夠75歲，或者你唔係攞緊長生津綜援，如果你真係有經濟困難應付唔到大額嘅醫療費用，你依然可以透過醫院嘅醫務社工申請一次性或者有期限嘅醫療費用減免。其實申請呢啲津貼嘅手續已經比以前簡化咗好多。社署嘅電腦系統同各個政府部門係有聯繫嘅，所以大家喺申報資產同入息嘅時候，一定要如實申報。千祈唔好心存僥倖去隱瞞資產，例如偷偷地將層樓轉名俾個孫，或者將大筆現金轉移去仔女戶口。一旦被發現虛報，
除咗要連本帶利嘔翻啲津貼出嚟之外，仲有可能惹上官非。仲有啊，有啲老友記退咗休之後，可能想返內地養老，例如去大灣區。政府為咗配合長者大灣區養老嘅趨勢，已經推出咗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只要你符合資格，就算你長期喺廣東或者福建居住，你一樣可以每個月攞到長生津或者生果金，直接過戶去你指定嘅銀行戶口，等你喺內地可以安享晚年。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2026年財政預算案同埋最新社會保障調整嘅實用資訊，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理清思路，攞盡自己應得嘅權益。作為仔女嘅，更加應該主動關心下家中長者嘅經濟狀況，主動幫佢哋了解呢啲政策。你幫父母申請到每個月幾千蚊嘅津貼，變相亦都減輕咗你自己嘅供養壓力。呢個絕對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唔知大家聽完之後，對邊一項津貼最感興趣呢？想唔想我下次專門做一集，教大家點樣幫老友記申請政府嘅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等佢哋可以喺屋企安享晚年，有人上門送飯同做物理治療呢？有興趣就即刻留言話我聽啦！大家最近飲茶或者落街買餸，有冇聽到風聲話今年政府財赤好嚴重，隨時會削減福利？聽到呢啲消息，大家係咪都好擔心自己份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或者傷殘津貼會縮水，甚至連過往大家期盼嘅雙糧或者半糧都會冇埋？但係今日我要帶俾大家一個極具爆炸性嘅突發最新消息。喺2026年嘅今日，雖然面對住龐大嘅財政壓力，但由於即將面臨選舉，成個政治氣氛都變得非常之唔同。唔少參選議員為咗爭取選票，已經強烈表態並向政府施壓，承諾會盡全力為大家爭取保留各項長者同弱勢社群嘅福利，仲誓言要幫大家爭取到底，保住出半糧嘅安排。冇錯，今次真係可以話係為咗選票幫緊你。呢場圍繞住財政預算案嘅福利保衛戰已經悄悄地展開，各方勢力都喺度角力。今日我會為大家毫無保留咁一次過拆解晒成個局勢，仲會同大家極度詳細咁重溫同更新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生果金、傷殘津貼嘅最新申請資格、入息同資產限額，甚至連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嘅安排，以及最新嘅網上申請細節，要準備咩文件，都會一五一十咁同大家講得清清楚楚。資訊量非常之龐大，關乎大家嘅切身利益，大家一定要留心聽，或者將呢條內容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老友記，千祈唔好走開，錯過咗隨時見財化水。首先，我哋要認清當前嘅大環境。大家都知道，近年政府嘅財政儲備面對緊好大嘅挑戰，財赤數字一直係社會關注嘅焦點。喺制定2026年財政預算案嘅時候，政府內部無可避免地會有聲音要求開源節流，甚至有人提議要審視現行嘅各項社會福利開支。對於一眾依賴政府津貼幫補家計嘅基層市民同長者嚟講，呢啲消息絕對係一個噩耗。過往幾年，政府喺財政許可嘅情況下，都會喺預算案入面宣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嘅人士發放額外半個月甚至1個月嘅津貼，即係大家俗稱嘅出半糧或者出雙糧。呢筆額外嘅錢，對於好多老友記嚟講，可能就係用嚟買多幾件過冬衫，換下屋企爛咗嘅電器，或者過年過節加送嘅重要資金。但係當財赤陰霾籠罩，呢筆半糧自然首當其衝成為被討論會唔會削減嘅項目。不過世事往往有轉機，2026年正值選舉嘅關鍵時刻，選票就係政治人物最着緊嘅資產。長者同基層市民係香港社會一個非常龐大嘅群體，亦係極具影響力嘅票源。多名準備參選嘅議員同政治人物絕對深明呢個道理，佢哋好清楚，如果喺呢個時候對削減基層福利視若無睹，甚至表示支持，無疑係政治自殺。所以大家最近打開報紙或者睇電視新聞，都會見到各黨派嘅參選人紛紛出嚟表態。佢哋向政府提交預算案期望嘅時候，
都不約而同地將保留長者及弱勢社群福利放喺最搶眼嘅位置。佢哋向公眾承諾，會喺議會內外據理力爭，要求政府無論財政幾咁緊絀，都絕對唔可以向弱勢社群開刀。強烈要求最少要維持發放額外半個月嘅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同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大家最關心嘅伴娘。有參選人甚至提出，長者過去幾十年為香港社會繁榮穩定付出咗巨大貢獻，依家年紀大咗，政府有絕對嘅道德責任去保障佢哋嘅晚年生活質素。任何削減長者福利嘅舉動都係不可接受嘅。呢種為咗選票而產生嘅政治壓力，客觀上確實成為咗保障大家福利嘅一道重要防線。政府喺衡量各方面嘅利弊，特別係社會和諧同埋民意反彈嘅力度之後，保留伴娘嘅成數其實係被大大提高咗。所以大家暫時唔需要過分恐慌，但同時亦要密切留意事態嘅最新發展。既然福利有望保留，甚至有機會保住伴娘，咁我哋就更加要搞清楚自己到底符唔符合資格去攞呢啲津貼。每年都有好多老友記因為唔清楚條款，或者填錯表、交漏文件，而白白浪費咗應得嘅福利。首先，我哋嚟講下最多老友記關心嘅長者生活津貼，簡稱長生津。長生津嘅設立目的係為咗補助本港年滿65歲或以上，而有經濟需要嘅長者嘅生活開支。要符合申請資格，第一關當然係年紀，必須要年滿65歲。第二關係居港規定，申請人必須要成為香港居民最少7年，而且喺申請日期之前嘅連續1年內，必須要喺香港住滿最少330日。呢個居港規定大家一定要留意。如果你之前因為各種原因離開咗香港好長時間，就可能會影響你嘅申請資格。不過，政府亦有酌情權，如果係因為健康原因或者其他合理理由短暫離港，可以提交證明文件去解釋。過咗年紀同居港規定呢兩關，跟住落嚟就係最核心嘅入息同資產審查。長生津係一項需要經過經濟審查嘅福利。自從政府將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合併咗之後，依家只係劃一發放一個較高金額嘅津貼，審查標準亦相對清晰。喺入息限額方面，單身人士同埋有配偶嘅人士限額係唔同嘅。所謂入息到底包含啲乜嘢呢？呢個係最多人問嘅問題。入息包括你打工賺返嚟嘅工資、做生意嘅利潤、每月收到嘅退休金或者長俸。如果你有買年金，每月派發嘅年金金額亦會被當作入息計算。另外，如果你將物業出租，扣除差餉同管理費之後嘅淨租金收入，都會計入去。但係有一啲項目係唔會被視為入息嘅，例如仔女或者親戚每個月俾你嘅家用，呢個係免計算嘅。政府設立呢個豁免，係鼓勵家人照顧長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仔女俾錢你會影響你申請長生津。仲有安老按揭計劃下每月收到嘅款項，亦都唔會被當作入息。講完入息，就輪到資產限額。資產限額同樣分為單身同夫婦兩個級別。資產嘅定義覆蓋面好廣泛。首先係現金，包括你手頭上嘅銀紙、銀行戶口入面嘅港幣同外幣存款。其次係投資產品，例如股票、債券、基金單位等，呢啲會按照當時嘅市價去計算價值。仲有就係物業，呢一點非常重要。如果你擁有一層非自住嘅物業，例如你買咗層樓收租，或者喺內地有層樓空置緊，呢啲非自住物業嘅價值係需要全數計入資產入面嘅。但係如果你自己住緊嗰層樓係你自己名下嘅，只要係你唯一嘅自住物業，呢層樓嘅價值就可以獲得豁免，唔會計落資產度。呢個安排係為咗保障長者嘅基本居住需要。另外，商業用途嘅車輛、的士牌照等，亦會被視為資產。不過，你用緊嘅保險計劃嘅現金價值、骨灰龕位、一般嘅金銀珠寶首飾，呢啲就通常唔會被計入資產限額入面。老友記喺填報資產嘅時候，一定要誠實申報，
因為社會福利署係會進行抽樣調查同核實嘅。如果發現有隱瞞或者虛報，唔單止會被追討多領嘅津貼，甚至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惹上官非就無謂啦。除咗長生津，另一項廣受歡迎嘅長者福利就係俗稱生果金嘅高齡津貼。生果金嘅對象係年紀再大啲嘅長者，只要你年滿70歲，加上符合居港規定，就可以申請。生果金最大嘅賣點同優勢，就係完全唔需要經過任何入息同資產審查。冇錯，無論你銀行戶口有幾多錢，有冇幾層樓收租，只要你夠70歲，你就有資格領取。呢個係政府對年長一輩嘅一種普遍性敬老福利。所以好多老友記由65歲開始攞長生津，但如果後來因為資產增加，例如賣咗層樓或者收到一筆大額退休金，超出了長生津嘅資產限額而被停發，只要佢哋捱到70歲，就可以無縫交接，轉為申請生果金，繼續每個月有一筆固定嘅零用錢落袋。不過要注意，生果金同長生津係唔可以同時領取嘅，你只可以二選其一。如果你本身已經攞緊長生津，就算你夠70歲，你都唔需要轉去生果金，因為長生津嘅金額係比生果金高出好多嘅。除非你因為資產超標而冇得再攞長生津，先至需要去考慮生果金。講完長者專屬嘅福利，我哋再睇睇涵蓋所有年齡層，特別係照顧弱勢社群嘅兩大支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即係綜援，同埋傷殘津貼。綜援係香港社會福利嘅最後一張安全網，目的係為咗那些因為年老、殘疾、疾病、失業或者單親等原因，以致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嘅人士，提供經濟援助。綜援嘅審查係最嚴格嘅，唔單止申請人本身，連同佢一齊同住嘅家庭成員，都要合併計算入息同資產。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同仔女一齊住，而你仔女有穩定嘅收入，政府就會假設你仔女有責任供養你，咁你申請綜援嘅難度就會非常之大。除非你可以證明你哋雖然同住，但經濟係完全獨立，或者你係獨居長者，咁就另作別論。綜援發放嘅金額唔係一個固定數目，而係根據申請人嘅實際需要，例如租金、基本生活費、醫療開支等，減去佢現有嘅入息，然後補貼個差額。所以每個綜援家庭收到嘅錢都唔同。對於好多真係無依無靠、積蓄好盡嘅長者嚟講，綜援係佢哋維持生命尊嚴嘅最後依靠。如果今年真係能夠成功爭取到綜援出半糧，對呢班最基層嘅老友記嚟講，絕對係雪中送炭，意義重大。至於傷殘津貼，就係為咗嚴重殘疾人士而設嘅。傷殘津貼分為普通傷殘津貼同高額傷殘津貼兩種。申請傷殘津貼最關鍵嘅條件係必須經過由衛生署或者醫院管理局嘅註冊醫生進行醫療評估，證明申請人嘅殘疾程度符合嚴重殘疾嘅定義，並且呢種殘疾情況預計會持續最少6個月。嚴重殘疾包括失去四肢、完全失明、嚴重智障等等。如果申請人仲需要其他人不斷照顧佢嘅日常生活，而且佢並無喺政府或者受資助嘅院舍接受全時間嘅照顧，咁佢就可以申請金額更高嘅高額傷殘津貼。同生果金一樣，傷殘津貼係唔需要任何入息同資產審查嘅。呢個安排係為咗減輕殘疾人士及其家屬喺醫療同照顧上嘅沉重經濟負擔。不過，同樣地，傷殘津貼同長生津或者生果金係唔可以同時兼得嘅。如果有老友記同時年滿65歲又符合嚴重殘疾資格，咁佢就要計下數，睇下攞長生津定係傷殘津貼對佢最有利。一般嚟講，如果符合高額傷殘津貼資格，筆錢會比較多；但如果只係普通傷殘津貼，咁長生津嘅金額就會高啲。大家一定要根據自己嘅實際情況去作出精明嘅選擇。隨住社會發展，有唔少香港長者選擇返內地養老、落葉歸根，或者貪內地生活指數較低、空間較大。政府為咗配合呢個趨勢，特別設立咗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
呢兩個計劃真係一項非常之好嘅德政，佢打破咗以往領取福利必須長期留喺香港嘅限制。只要你係年滿65歲，符合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生果金資格嘅香港長者，並且選擇移居到廣東省或者福建省養老，你就可以申請呢兩個計劃。成功獲批之後，你每個月應得嘅長生津或者生果金就會直接過戶到你指定嘅香港銀行戶口，你可以喺內地透過提款卡撳錢出嚟用，非常之方便。申請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同樣要符合居港規定，即係申請前連續1年內要喺香港住滿最少330日。但政府明白有啲長者可能已經喺內地住緊，所以亦設有寬限期安排，容許已經移居內地嘅長者，只要符合特定條件，就可以豁免申請前嘅連續居港規定，直接喺內地提出申請。呢個寬限期安排唔係永久嘅，會不定期推出，所以如果有意返內地養老嘅老友記，一定要密切留意社會福利署嘅最新公佈。另外，參加咗呢兩個計劃嘅長者，每年都需要進行一次逗留廣東或福建記錄核查，即係要證明你確實係住喺當地。以往呢個核查需要長者親自填表或者面見，依家已經方便好多。部分長者如果符合條件，甚至可以透過郵遞或者視像方式完成核查，省卻咗舟車勞頓之苦。了解清楚各項津貼嘅資格之後，最重要嘅一步就係點樣申請。隨住科技進步，政府亦大力推行電子化服務，依家申請呢啲社會福利已經比以前方便快捷得多。我強烈建議大家，如果識用電腦或者智能手機，盡量採用網上申請嘅方式。網上申請不僅僅係環保，更重要嘅係速度快，而且可以減少郵遞失誤嘅風險。點樣網上申請呢？首先，大家可以用電腦或者手機上網，搜尋香港政府一站通，或者直接去社會福利署嘅官方網站。喺網站入面，你會揾到公共福利金計劃嘅專頁，入面就有齊各項津貼嘅電子表格，即係 e-form。填寫電子表格嘅過程其實好簡單，系統會有清晰嘅指示，一步一步引導你填寫個人資料、聯絡方法、入息同資產狀況等等。如果你係申請長生津或者綜援，需要詳細填寫資產部分，網上系統會自動幫你計算總額，避免你自己計錯數。喺進行網上申請之前，大家一定要準備好相關嘅電子版文件。你可以用手機將所需嘅文件影低，確保影像清晰，然後上傳到系統。到底要準備啲咩文件呢？呢個非常關鍵。交齊文件先可以加快審批進度。第一，必須要有一張清晰嘅香港身份證副本。第二，係你用嚟收錢嘅銀行戶口證明，最好係銀行存摺嘅第一頁，或者印有你全名同戶口號碼嘅銀行月結單。呢個戶口必須係你個人嘅戶口，唔可以用聯名戶口或者其他人嘅戶口嚟收錢。第三，如果你申請嘅係長生津或者綜援，你需要提供入息同資產證明，例如糧單、銀行過去幾個月嘅流水賬、定期存款證明、股票月結單、強積金戶口結餘等等。如果你有物業，就需要提供差餉單或者樓契副本。如果你係租屋住申請綜援，就需要提供租約同埋交租證明。第四，住址證明。雖然有啲申請未必強制要求，但準備定最近3個月內嘅水費單、電費單或者電話費單作備用就最穩陣。如果你係申請傷殘津貼，仲需要額外填妥一份醫療評估表格，交俾你嘅主診醫生填寫。如果你真係唔識用網上申請，都絕對唔緊要，你依然可以採用傳統嘅紙本方式。你可以去各區嘅社會保障辦事處親身索取表格，或者打電話叫社署寄份表格俾你。填妥表格之後，連同我頭先講過嘅所需文件副本，親身交返去辦事處，或者郵寄去社會福利署。如果選擇郵寄，記得一定要貼足夠嘅郵票，最好用掛號信，確保文件安全送達。交表之後，社署嘅職員會審核你嘅資料，有需要嘅話，
可能會約你面見或者要求你補交文件。大家一定要保持電話暢通，留意社署嘅來電或者信件。講咗咁多，大家都應該感覺到，今年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因為財赤同選舉嘅雙重因素交織，成個福利政策嘅走向變得充滿變數，但又充滿希望。各位參選議員為咗選票而竭力為大家爭取保留福利，爭取半糧，呢個係大家樂見嘅結果。但係作為精明嘅市民，我哋唔可以單單坐喺度等運到，我哋必須主動出擊，徹底了解清楚各項津貼嘅最新遊戲規則、入息同資產嘅計算方法。如果你本身未申請，但聽完我嘅詳細分析之後，發覺自己原來符合資格，咁你聽日就應該即刻去填表或者上網搞申請，千祈唔好同錢作對。如果你已經攞緊津貼，亦都要定時審視自己嘅資產狀況，避免因為一時疏忽超標而違規。福利係政府為市民提供嘅基本保障，特別係對於長者同弱勢社群，呢啲津貼往往係生活嘅救命草。喺呢個充滿挑戰嘅年份，希望大家都可以緊貼時事脈搏，保障自己嘅應有權益。我會繼續密切留意住財政預算案嘅最新發展，一有任何關於落實半糧或者福利調整嘅確切消息，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再拍片同大家跟進匯報。請大家務必將呢條片轉發俾你所有關心嘅親戚朋友，等大家都可以早作準備，穩陣待穩自己份福利。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次有最新消息再見。